過來消息來看，有學生啊投訴講，國立中正大學講因宿舍抽好了後，學校才通知講宿舍的費用要起到1200塊，是起要5000塊。學生閣講，佇歇熱之前要搬出宿舍的時，閣因為無摒掃眠床骹的糞掃，封口1600塊的保證金。也毋過學校是表示講，宿舍的費用攏有甲學生，學生的代表開會來討論，才決定要起價，過程是無問題。歇熱的時間，住佇學校的大學生攏愛辦理手續離開學校的宿舍。中正大學有學生刷接到通知，講宿舍眠床下底有糞掃無摒，愛扣1600塊的保證金。學生講眠床攏掃咧，要安怎摒？扣錢無合理。學校是表示有便宜算車人來摒，袂來扣因的保證金。在我們入住以及我們退宿的時候，學校都沒有特別檢查床板，或者是有寫到說床板底下要做清理。除了保證金的爭議，學生嘛指控學校，佇學生完成抽宿舍了後，才宣布要起宿舍的費用，為原本的7000外起到1200塊，計數已經甲住學校外口無較俗，但是已經互抽到的人，袂赴閣去外口睡厝。許多學生之所以會願意住學校宿舍，是因為學校宿舍很便宜。我們廣納的接納了各個學生的一個意見，我們最後決議在115學年度的時候調整20%的一個住宿費。學校解說，宿舍費用的起價是因為這幾年水電人事逐項成本增加，所以新學期才會來做調整。不過學生煞表示，4人房一個人起到1200，增加要5000塊。學校講才起20%，實在唔知影數字安怎算的。希望學校會當向住宿舍的學生來講互清楚。記者林慧婷，家己報道。